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3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本土4126例，中央宣布未来要为确诊者发病前4天缩短到前2天开始疫调，密切接触者的定义也要缩严。早起玉山嘉义台南路边角，台东道量车头的山径水棒山枪尾南回公路。垦丁小琉球甲绿岛的船鸥开始放卵，看起来袂输天青，成真侪游客来畅水欣赏。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一声增加4126例，指挥中心宣布未来要采取重点疫调，意思是讲原本咱是为确诊者发病前4天开始靠接触者，即马是缩短到2天前。啊，若大做伙亲友、共班的同学，或者是共办公室、共工课场的同事，这4大类才会放列作密切接触者。另外，居家隔离的日数上紧后礼拜专家会议会决定，敢要为10天缩短到7天。今天的本土的病例有4126位。新冠本土确诊病例数23，直接超过4000例，各增加4126例本土个案。其中确诊病例中，中症患者也各增加11例，其中一个重度患者是60多岁女性，有慢性病史，而且已经做过3剂疫苗。60多岁的女性有打过3剂的疫苗，有抽蓄低血钠疑似败血症。本土疫情扩大，指挥官陈时中讲，敢若掌握接触者病单，都要用2-3天，疫调根本就抓袂到病毒传播速度，所以早起甲高风险乐观市首长开线顶防疫会议，中央地方达成2项初步共识，意义是简化疫调过去考虑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为发病至4天前算起，将缩短为2天。另外，密切接触者也重新定义，包括大做伙亲友、共班同学、共办公室、共工作场所这4类是密切接触者。另外，确诊者也爱主动通知亲友、校园甲公司防疫长，搁由卫生局开电子地处隔离单。那在同班同学、同办公室、同工作场域，那以最小框列为原则，那基本上用9宫格的方式做一个基本的框列就可以。另外，以体检降低地处隔离强度部分，目前中央甲地方指天数部分有共识，为10天缩短为7天。要过地处隔离强度部分，敢是使用电子会议程度，将第25个召开第2摆会议讨论，佮将结果送到专家会议，上紧后礼拜定案。那没有共识的也会提出来，让专家来做一个政策的建议，来做实施的方案。另外，针对地处照护确诊者带老旧公务无对讲机、外送员送餐成问题，陈时中提出将锁匙等落楼骹引起议论。伊回应只是针对极端少数个案提出建议，一切也是依照防疫指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滚假，今仔日全台湾22个县市拢有病例。指挥中心也邀请湘北、基隆、桃园、高雄、甲花莲6个高风险区的县市做伙开会。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应该大声试办，甲居家隔离简化做快筛甲自主管理。那基隆市长林右昌甲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建议讲，用做过几档疫苗来定居家隔离日数的标准。全台疫情持续，新北市甲台北市是疫情重灾区，23分别增加1563例、945例本土确诊。疫情指挥中心将对湘北、基隆、桃园、高雄、花莲等高风险区域23邀集首长召开视讯会议。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地处快筛甲自主健康管理会当简化疫调，减少地处隔离人数，建议800基头首先去做地处隔离转型。那我们这个区域，就像您说的，风险比较多的，北基桃就先做，那大家一起努力，这个区域先来示范。那这个也不是卫福部可以决定的嘛，这应该是在国安级的层面去决定的，所以是这样，中央只要决定了但他们希望每日新增案例多少，这战略决定了，我们地方政府自然会去执行战术。台北市长郭文哲伫会议讲，中央的战略无清楚，需要提悬到国安会层级来讨论，互各县市做好准备。但市长答应会将疫情推广状况进行报告。基隆市甲高雄市建议会当透过做疫苗次数来定定地处隔离标准。比如说打3剂疫苗的，跟打2剂、跟打1剂的这个居隔的时间，应该是可以做适度的一个差别的规划轻重症分流跟流行分阶段来做不同的公共卫生的介入，这样才能够确保
整个疫情能够平缓。唐市长郑文灿表示，中央听到电园隔离转型需求，会考虑可行性甲风险关系管理。另外，汤园、河石、鼓山区、宜港群组已经60多人确诊，总确诊人数恐惊达到500人。应该会有这个相当多比例确诊，预估会到2到3成之间。那所以明天数字会增加相当多。那所以和硕联合这个龟山厂全厂停工5天。郑文灿表示，经过扩大采检风险区1627人，有至3社确诊，已经下令全厂停工5日，到处采检，呼吁各工厂集场建立定期快筛制度。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本土病例破4000例，那屏东甲台中疫苗注射站人是拢排甲叉。有民众惊注无到，透早6点就来排队。指挥中心今仔日也宣布讲，第4批莫德纳有20万ton，永暗会到台湾。那甲 BNT 疫苗签约，目前敢若剩1人的问题会赶紧解决。排队的人排真长，甲火车站排甲满，拢是为着要来注莫德纳疫苗。疫情愈来愈严重，台中市府加开疫苗注射站，第3在台中火车站提供300剂，有民众烦恼注袂到，天拄光就赶紧来排队要注射。7点出门啊，到这里7点半。我是来打第1剂的。我才来打第1剂。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阵莫德纳疫苗敢若剩5万剂库存，有加24就会注完。25开始暂停各院所的莫德纳的注射，以提供高端甲 AZ 为主。另外，南台湾的屏东这阵也有7000多剂疫苗也算充足，不过也同步向中央来申请疫苗的半补。5点来排的，因为现在疫情开始严重了，怕如果不早点来排队的话，会等不到。疫情这严重，也予大家拢想要来做疫苗，尤其莫德纳上欠。指挥中心也在23下晡的记者会表示，第4批莫德纳疫苗23下晡4点半运到台湾啦，数量有20万4000剂，完成通关停输了后，会运到领导物流中心进行后续的检验作业。下礼拜要100多万剂莫德纳疫苗会到台湾，另外 BNT 疫苗的采买合约也即要来签订。莫德纳上面在供应，大家不用去担心哈。那第二，在签约里面，基本上已经接近最后完成的阶段了哈。昨天最后他们还是有1、2个小问题，那我们尽快把它解决，尽速的来签约。另外，在中部疫情部分，彰化新增加34例，苗栗28例，南投26例，台中是新增加171例，其中2间幼儿园互相烧话，一天就新增加17例确诊，因为包含大甲妈寮警互相烧话，搁再增加3个人，不过拢无参加寮警。暗暝的演唱会团练面确诊，也搁再增加1个人。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愈拖愈严重，市面的快筛试剂大欠货，民众拢真困扰。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讲，明仔载就有123万5000支的快筛试剂会分散到全台湾的通路，那疫苗甲药品也会赶紧补货。另外，指挥中心规划体检代替隔离的方案。都医师建议5天到7天做1摆快筛就好，避免试剂欠货。家顶的快筛试剂一盒拢无剩，互家长真艰苦，因为囡仔上课爱快筛，也毋过即马连一支拢真歹买着，又叫家顶油厂商也调袂着货。这边没有，那边没有哦。像今天是我女儿跟我讲，孙子要求要去上课，好像要快筛才愿意让他进场。大家现在所处的方式都是各凭本事，这样子，就是想尽办法，就是哪边可以调得到货，或者是哪边可以就是领得到货，或者说请药师去帮忙。全台疫情炭烧，快筛试剂严重欠货，政府宣布123.5万支的快筛试剂，有计24就会铺货到全国通路，以缓解民众需求。也毋过基层药局反映根本无收到通知。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无论是快筛疫苗药品，拢会量早到货。大量的快筛剂、药品、疫苗都会进来，为下一阶段的开放做准备。快筛实名制传出5月初上路，一张健保卡，逐个月会当买1盒5支的快筛试剂，有计介绍会当压到1支100。也毋过，药师工会指出，全台学生大约417万人，劳动人力大约1194万人，这两大族群一个月就需要8000万试剂。针对政府将采取以太代价对抗疫情，规定2日做1摆，会加速欠试剂。有医师建议应该放宽5至7天。月可能就会是台湾就是疫情就是高峰，然后到达一个就是顶
比较不好处理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动作的话，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已经没有办法遏制那个疫情往高峰去。针对快台市这欠费，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当地已经配发70万剂到各县市政府，厂商也需要履约出货。那经费未付，等政府会当反映，中央会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阵有袂少确诊者防疫足轻症，爱居家照护，唔免住院治疗。不过，说实话，去影响到劳工申请普通伤病给付权益，因为照劳工保险条例规定，爱住院才有可能申请。若劳动部是讲，轻症踮厝就要有具体医疗行为，若无是袂当申请补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部分轻症人无需要住院，只需要伫厝隔离照护。隔离这段期间无收入要安怎？劳工敢有法度来请领普通伤病给付？答案是可能无法度，因为是无住院。都住院，应该这个太严格了，特户基金不一样。所以应该要改一下。有些人是没办法，你必须到职场上才能执行你的工作，制度调整成可以让他们申请一些补助。根据劳工保险条例规定，劳工请领普通伤病给付条件是必须因公受伤，也是破病，造成住院无收入。伫住院第4天开始，就使请领相关的补助费。领的费用是比保险人平均月投保薪水5成，相当会使请领6个月。另外，轻症伫厝照护，劳动部表示，算我是特殊的状况，虽然无住院的事实，也我确实伫咧厝的有具体医疗行为，是有机会申请补助。轻症，或者是说因为医疗量能的关系，继续有做医疗照护的具体的行为的话，就有可能会符合我们的普通的伤病给付的条件。因为轻症必须隔离，丧失他的所得的这一群人，在未来政策里面可能要把这部分设计进去啊。另外，随着本土疫情扩大，指挥中心计划以扩大检查来取代隔离，是不是影响这个防疫保单的理赔？保险业者表示，依照保单条款的规定，无论规定安怎变，申请理赔条件敢若连这个隔离的通知书。卫生所发给你的居家隔离的通知书，书上面会有你的名字、你所在地跟时间，就是有这3个要件的话，你就确定可以领到理赔金这样子。产业业者表示，保单理赔规定会随着政府的政策随时来调整，就算讲是快速检查代替隔离，也有卫生局的通知，即便有相关的文书证明，就使来申请理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即马乌克兰马里坡的阿索钢铁厂又完是互罗西亚封锁掉。罗西亚透过官方媒体宣布讲，已经暂停攻击钢铁厂，要互乌克兰的军民撤离。不过乌克兰是批评罗西亚咧讲白贼，轰炸当地火炮根本就唔捌停。那即马有风声讲，联合国秘书长分别要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也有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来会面。对抗协会卫兵因看到经过进行双方的决战，甲多数民众撤离了后，马里坡已经敢若亲像鬼城，街路上因讲看无人员行振动的情形。另外，远远庆烟的所在就是当地由乌克兰部队甲一寡外国佣兵把守的主要据点阿索钢铁厂。Властями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рганизуется расчистка улиц от завалов и вывоз пораженной украинской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Все остат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стов Азова вместе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наемниками из США 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надежно заблокирован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мбината «Азовсталь». 俄军秒早摕下这个钢铁厂完全控制马里坡，进前各方传出无同的版本。调伫钢铁厂内底士兵甚至以简讯发出最后遗言，讲已经做好甲钢铁厂共存亡的准备。对着美国政府指控俄方挑工阻止难民来撤离，俄方除了反驳，也强调马里坡伫俄方控制的市区已经恢复正常。另外，伫战事随时可能重新启动的时刻，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即要在下礼拜赶往东欧，分别会见俄罗斯甲乌克兰2个领袖。首先是离岛在莫斯科，先后甲俄罗斯外交部长拉洛夫甲总统普廷来会谈。He hopes to talk about what can be done to bring peace to Ukraine urgently,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as both countries ar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On a visit to Ukraine,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Ukraine on the scheduling and preparation. 就伫联合国准备分别会见俄罗斯甲乌克兰领袖进前，俄罗斯经由官方通讯社宣布，即要停止对阿索钢铁厂的攻击，好被围困的乌克兰部队甲外国佣兵应赶紧离开当地，要避难的民众也使随时来迁徙。
不过乌克兰军队员表示，俄罗斯并无停止炮轰甲空袭的动作。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中国甲所罗门签安全协议，未来中国可能会伫所罗门群岛设军事基地，所以美国甲澳洲拢正反对。那美国白宫的印太事务协调官日访问所罗门群岛，已经告当局，若是互中国驻军，美国绝对会有动作，就是希望阻挡中国扩大因伫南太平洋的势力。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带领国务院亚太组健康大家印太副司令长高层官员日去所罗门访问，这座行程就是为了要甲中所签署安全合作协议而来。白宫表示，访问团经过所国总理苏加瓦瑞若讲中国伫遮永久驻军也是建军事设施，美国将做出回应。当然，美国也会增加提供所国福利，希望会当减轻中所签约的外销效应。虽然美国大电视来遮，也毋过同一日，苏加瓦瑞也甲中国驻所国大使李明出席中国出钱5300万美金兴建的国家体育场电竞跑道移交典礼。中所合作一定会做。附近的澳洲强烈反对认为会破坏区域安全。岛国开展双边合作的自主权利，认真反思这些国家所从事的胁迫外交，给太平洋岛国人民带来的重重灾难。美俄对中所安全合作激烈反应，都是因为所罗门的战略位置。若讲中国伫遮建立基地，将冲击澳洲对附近海峡的掌控。若讲伫往顶面吉里巴斯，等于是突破美国战略封锁的第二岛链，和中国伫印太势力扩大。签订双边安全架构协议里面的一个第一个先例，那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仿效的作用，或是所谓的骨牌效应。中国最近积极扩大设达，军事动作也无当23，中国海军成立73周年。中国福报宣传影片，披背E3体，暗示第三者家己制造的航母将要出现，传出可能赴命江双方。具体入水时间就可能是伫8月7日，中国建军节迄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因为西南风带水汽，空气高对流，嘉义昨半暝开始上大雨，雷公四那冰冰叫。早起玉山、嘉义、甲台南，甚至阁落冰角。另外，台东昨暝雨嘛落甲真猛，太麻里道龙车头边仔的山径水崩山，直接枪对南回公路，土石是即甲有人的脚头有遐尼悬。工作人员行出玉山气象站，远远所在一大片乌云。23早起8、9点的时阵，气象站外口涂骹白色的，毋是积雪，而是霜仔角。南边的温度会比北边的温度来得高。对，那你跑到比较冷的地方，水汽凝结之后，它就会潜热释放。对，然后往上跑又遇到冷空气。那它的热量就释放更多，它就会一直正回馈啊。只要很剧烈的对流包都有机会。除了玉山路真少看的霜仔角雨，受到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嘉义23透早就开始落大雨，但雷公闪电四那，真大雷雨包打伫个嘉义的天顶。强烈对流，互嘉义甲台南袂少所在早起拢落霜仔角雨，卡伫个雨罩顶面，叮叮咚咚真大声。地上啊，一颗一颗的那个，就像冰雹啊，真的是冰雹。那个遮阳棚哦，那个声音都比平常下雨的声音还大，变这样子。日落大雨，但雷公的毋那南部、台东南回地区，日暗时也落超大雷雨。有上水火车站之称的太麻里多良车站，遍布土石，因为落雨霜冻，土石流沿着车站边的路冲落山，一路冲到南回公路。乡公所紧甲往火车站甲部落的路封起来。短时强降雨造成的那它原本就有一个山沟排水沟啊，那山沟的整治可能还需要再加强。怎么上班？那这个车子都没办法过啊。23号虽然停啊，不过通往山顶部落的路拢是土石也有粪扫，造成部落内底有50-60户的民众无法度落山。乡公所暂时赶紧调大型的机械甲路抢通，希望使在暗时进行恢复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旧历3月23，马祖生头尾这几天啊，垦丁小琉球甲绿岛的酸蚵会开始放卵，一大片的酸蚵卵看起来袂输天青，都真侪游客会来畅水欣赏。不过，垦丁管理处提醒民众就要细致，唔通搅着酸蚵。
粉红色的卵伫水内底四散，看起来亲像天顶的星，嘛亲像海中飘雪，非常的美丽。每当农历3月23妈祖生前后，也就是这几天，是南台湾宣河生卵的高峰期。垦丁国家公园甲海参馆这2天嘛特别开线上直播，互各地民众欣赏宣河生卵。但因为海水温度无够悬，22暗时生卵的状况并无多。因为海水的温度仍偏低，约在24度C左右，因此只有少部分的珊瑚产卵。那今天晚上预估风向会改为南风，水温会稍微高一些，可能有助于珊瑚的一个产卵。前当受海水暖化影响，互垦丁附近真侪宣河白化死亡，卵的数量嘛下降。去年热天因为风台调节海水的温度，真侪宣河已经稳定恢复。毋拿垦丁小琉球绿岛等所在的宣河，嘛是伫咧这个时间生卵，吸引真侪唱水的人落水欣赏。小琉球海域只要它有相对应的珊瑚的话，它都会有几率做生态产卵的部分。这个是潜水员必定每年一定要安排时间出来看的行程。为着避免任何鱼仔假去，宣河拢是伫暗时生卵。垦管处提醒想要唱水欣赏的民众，暗时唱水有一定的风险，上好招盘做伙去。另外，当伫生卵的宣河嘛较脆弱，爱避免无必要的搅扰，以免影响生态。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台湾画家陈定波、李梅秋等人，伫1934年成立台洋美术协会，今年是第85届年展，拢总有100多件作品展出。协会希望透过这个展览，把台湾画家的精神传承落去。这是画家张宏斌以台台文学做主题创作，进前大部分拢是画水彩，这届头摆用油画参选，到入选提奖。阮正经伫台大校园所看到的那个温室的迄个题材，作为一个背景，透过迄玻璃反射的状况，来探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利用光线黑暗的变化，青见见高一色的实物变甲活跳有生命力。另外，这把牵手是空军退休小校但很重的作品。伊自本就真爱画图，退休了后专心投入创作。我这画是我是想讲有迄个装卡迄个味，所以我想一个两个老夫妻要明年要拜拜的情景，其实也是人生一个过程那只老了有个伴可以一直陪着你走，还是一种幸福啦。台洋美术展览今年是第85届，为即马开始伫国父纪念馆展出到5月初3，除了提供创作者舞台，嘛要培养新世代的艺术家。从第一届开始，都在选提拔很多年轻朋友，那么给予奖励。我想台湾美术师要了解的是，从台洋的发展可以看到。1934年由陈定波、廖继春、李梅秋、杨三龙等人创立的台洋美术协会，对本土艺术发展有正大帮助。协会表示会继续传承前辈画家，保守台湾的艺术精神。记者杨淑静、张学水台北报道。明仔载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不过天气犹原是真热，尤其是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要是有可能会落短暂的雷公雨。中部以北的地区甲山区的雨可能会落甲真猛，请民众就要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2度到33度，东部地区22度到30度，外岛地区19度到29度，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台湾歌《望春风》小肉粽，大家拢会晓唱。不过过去却因为政治的因素，捌去互政府禁止。所以落来7点半，青春咱的梦，带观众朋友来看有一群少年人推广这款台湾歌谣，来认捌本土的历史，传唱咱的文化。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